運動量大又唔傷膝頭哥同腳踭的軸心點連續變向運球。大家好，我係顏志航。2020年開始籃球運球招式嘅創作，主要目的係尋找單位時間運動量大、唔傷膝頭哥同腳踭嘅，對場地要求唔高，任何碎片時間都能靈活應用的。剛開始的思路係如何提高運球準度，咁樣就會有更多嘅肌肉群參與入，從而提高單位時間嘅運動量，而且亦唔會額外嘅增加膝頭哥同埋腳踭嘅負擔。胯下運球時，籃球需要經過雙腳畫出的三角區域，對於準度嘅要求自然更高，所以最終確定為不交叉步的連續胯下運球。呢度需要指出，交叉步嘅胯下運球作為最經典、最簡單嘅胯下運球之一，實質上係順住人踏步嘅習慣，然後再運球穿插，對準度要求極低。後面亦會對呢兩者嘅優缺點作詳細嘅介紹。2020年5月份開始錄製第一個運球視頻，主要特點係連續使用胯下運球向各方推進，腳步亦會用碎步跟隨，唔採用交叉步。交叉步會鎖住向各方推進的靈活性，而且運球難度亦較低。2020年11月份發佈首個籃球運球視頻，當時命名為單腿運動中胯下變向運球。以下係當時發佈的帶有原聲講解的運球視頻，下面為大家介紹單腿運動中胯下變向運球。單腿，我哋選擇單腿作為進攻方向，然後胯下運球不變右前腿，胯下運球不斷向前，不斷的向後，向前，向後，轉向，橫移。發佈之後，部分平台會提示有不合適用語，而自己亦覺得呢個名稱有啲別扭。後來根據主要特點，正式改名為軸心點連續變向運球。什麼是軸心點？想象有一個圓柱體籠罩在運球者身上，圓柱體中軸線與地面嘅交匯點稱為軸心點。軸心點係身體的平衡點，每一次運球都經過軸心點，將可獲得連續運球的強平衡，以及向各方推進的靈活性。什麼是軸心點連續變向運球？每一次運球都以核心穩定的強平衡運球為優先，將籃球運行在身體的內圍空間裏。每一次運球都使用不交換前後腳的胯下運球，前腳與後腳交替小碎步推進，使用高重心的大力運球，以獲得向各方推進的能量。說明交換前後腳的胯下運球雖然容易上手，而且爆發力強，但會鎖住向各方推進的靈活性。實戰效果，綜合呢幾年的多人對抗或1對1單挑比賽，軸心點連續變向運球喺面對同等級別的防守者效果顯著，可以更加靈活而隱蔽的作出變向後獲得進攻機會。而面對身高、力量、彈跳遠高於自己嘅防守者，則略顯吃力。多人對抗中需要隊友給予單擋走位的支持，而1對1單挑中則只能通過加速後突施冷戰才能突破對手的防守籠罩。後面將會介紹解決此種場景的運球招式。呢個就係我嘅首個籃球運球招式創作。感謝收看，下期再見。軸心點連續變向運球創作於2020年12月。